咱婚姻台语文社线顶的演讲，今日是真欢喜邀请到吴宇游物理治疗师来甲咱介绍这个主题啊，就是讲如何建立运动习惯。我嘛甲大家介绍一个讲，其实吴物理治疗师啊是咱病院做妇产科做超音波技术员名用的翁啦，所以大家拢是有关系。我嘛听讲，是毋是今年嘛有一摆是妇产科有邀请你来讲一寡甲有新的查某大腹肚的查某要安怎运动有关系的主题，正常有看到。系啊，就是后礼拜去讲啦。就是后礼拜。佮以后嘛有机会嘛是会佮去讲一解安尼啦。好啊，这个主题当然可能来病院分享无一定是用台语，毋过就是若是以后甲这个主题变做台语的主题，其实嘛是袂歹。系啊，嘛是会使啊。好 ，OK 后壁的时间咱就交互宇游来讲，好，大家好，我是吴宇游，我就头早迄医师甲恁介绍，我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嘛。因为我就是讲，足欢喜会使伫遮来甲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啦，就是如何建立运动的习惯。因为我本身嘛是自细汉就是较爱运动啦，较安尼走来走去嘛。因为足介意运动的，所以讲会去学这物理治疗去读这个科系安尼嘛是讲台语来讲这个主题嘛是第一届啦。因为细汉时阵，敢若伫厝诶，甲阿公阿嬷会讲台语嘛。去读册了后，就是可能爱一直到拢是讲咱华语嘛。一直爱到真正出来做工课伫病院内底做工课甲接受较侪人以后，较侪迄可能阿公阿嬷年岁较大诶人才开始讲台语。所以讲我感觉用台语去讲嘛是足重要诶。我目前是离开病院是伫咧经营一间叫做进修诶工作室主要是用一寡手法啦，是国外意大利诶治疗师发明诶一种手法治疗去处理一寡筋骨诶问题。但是因为处理过遮侪人阮诶手法就是会使解决着筋骨诶问题。毋过若是爱较长期诶，互咱人客还是较早伫病院，咱讲迄是患者嘛，因诶筋骨诶问题会使得到改善。爱较久长诶话，阮都还是爱运动嘛。所以讲运动是足重要诶，但是无一定讲逐个人拢会接受讲伊爱运动，无一定会去养成着即个习惯嘛。所以今仔日我就想讲要甲大家讲去如何去建立着运动诶习惯。头先咱爱知影是运动是啥物意思？因为足侪人拢会讲我逐工拢咧做工课比如讲爱搬物件咧工地搬物件搬足重诶逐工拢咧出力，阁有流汗伫田诶做事嘛是出力流汗伫厝诶嘛是爱佚涂骹可能爱扫涂骹嘛是爱整理遐物件搬东搬西，你嘛是逐工拢咧流汗我安尼敢是合作运动吗？其实若阮专家一般咧讨论诶，还是医生讲诶运动，伊就必须爱有几个条件啦，就是伊爱有计划、甲结果、甲有重复、甲目标。意思就是你即个身体诶活动爱有一个目标。比如讲，你爱想要搁较健康还是你要走较紧诶，身体爱较勇健诶，有一个目标。
你爱有计划，你讲是安怎爱做即个动作，搁有你爱做几个即个动作我都综合去做较济个安尼，有一个你为着要达成一个健康的目的，这安尼才会使叫做运动。但是咱讲运动的时阵其实无想要运动，这是正常的。是安怎？较济人讲，并毋是逐个人拢做有迄个运动的习惯嘛。因为无想要运动，这是正常的。因为看咱人类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足明显的。因为较早咱人的祖先是咧若要食物件，一定爱出门嘛。出门爱去掠迄野生的动物吧。摕刀还是枪甲拍死，再来甲摕来食安尼。豆豆进步就可能爱去挽水果进步到讲会使种田种菜即种的，种物件来食，就是免讲安尼爱走去掠迄动物活动量迄量就渐渐减少到即马就是可能爱去做工课趁钱，就使摕钱去买物件，迄个量身体活动的量搁较少所以讲科技进步嘛是造成咱愈来愈无想要振动的原因嘛。因为你即马敲电话嘛足方便你免像较早爱讲一定要出门去找你朋友才会使开讲嘛。即马电话敲者就会使讲话你要买物件嘛是伫网络顶悬点点的就有人会使送到厝伫厝诶嘛会使做工课你即马进前咱 COVID-19 诶时阵，嘛是讲伫厝诶就会使完成一寡工课联络就伫网络顶悬去联络安尼就会使所以讲其实科技的进步就是因为人较变大嘛，拢一定会去选择讲较省力的方式去做即项代志，去完成即项代志。因为讲人是无可能讲，你嘛无可能讲一工就甲过开来用了安尼嘛无可能嘛。这一定是人的本能啦。咱即马看这政府伊拢有统计讲这运动的人口嘛，逐个县市去做比较，咱会使看到讲云林县，咱云林县是差不多伫旧年的运动的人口是76.2%，敢若比嘉义县搁较好尔。若是搁看看阮伊有去规定讲爱有规律去做运动的人口的比例，会使看到讲逐礼拜至少运动3摆，大概30分钟，心跳爱到132分钟130下以上的强度。安尼来看，云林县变做剩31.8，就是上少的。咱来看是安怎这规律去无运动的前4项原因，会使看到讲是因为做工课无时间甲频繁去运动嘛，做工课伤忝，是讲你健康状况无好，袂使去运动。咱看这前4名的原因，就2项甲做工课共款嘛，有关系做工课有关系。所以讲，其实无论是强迫的，还是你本身就是较爱趁钱，其实做工课这项代志，甲生存，咱人咧生存较有关系嘛。所以一定是有爱这做工课较重要嘛。所以运动一定是迄排名，对你来讲一定排较后壁。所以这是足正常的。你看是咱大家使想看觅，讲你是安怎无爱做运动？基本上嘛是这几个原因啦。要建立到这运动的习惯，进前咧，阮都爱知影讲，
运动对咱有啥物好处嘛？运动就是我即摆整理这4项是会使着较明显的好处啦，就是伊会使保持着咱筋肉甲筋膜的健康，啊，会使互咱心肺功能搁较好，会使降低着咱心血管病症的风险嘛，搁有降低你患病的几率甲死亡率，啊，增加幸福感。啊，筋肉甲筋膜咧，阮物理治疗师是对这就是较算讲是阮逐工拢咧面对的问题嘛。筋肉甲筋膜即马是较侪人咧讲即个物件，伊就是一个伫咱筋肉顶悬，伊有包一层物件，像迄你看这感仔共款，这感仔的迄咱咧食迄肉，迄一模一模边仔伊有一层膜，啊伊迄就是会使甲即个咱人筋肉缩掉的，啊缩掉的时阵，伊咧做动作的时阵，你会着较顺利。你会使想做讲像中即个人共款，伊穿的衫就是包伫伊的手外口嘛，就像你会使想做讲伊家筋肉包掉的，啊包掉的时阵呢，伊若结规完的款的话，你咧做动作的时阵会去互影响到嘛？啊，譬如讲你若坐较久的，你的衫嘛是会结规完，啊，你嘛要徛起的时阵会去互平掉的嘛？这就是较无健康的状况。啊，但是你若定定咧运动咧伸球的时阵，你有甲扭好顺，伊就较袂去互卡掉的，你的骹手嘛较袂去互迄种有疼的，还是无舒适的感觉。啊，肺部的循环呢，就是较明显，也嘛是较简单会使理解的，就是你咧运动的时阵，骹手爱出力嘛，啊，拢需要咱较侪养分过去你的手嘛，骹手的所在，所以你心脏爱拍较大力的，啊，拍较大力的时阵，你的血路就咧血咧行嘛，所以较会通，较袂像讲你定定无咧振动，啊，你搁可能食一寡较无营养的物件，较油啊，啊，你的血管就较容易较会去互塌掉的。你会使想做讲，咱定定咧走咧行啊，有你的血管就拿你的水管，迄个水管共款，有水咧呛咧冲的话，会较袂去互塌掉的，较袂去互卡一寡垃圾仔嘛。所以这嘛是足简单会使理解的。啊，咱抵抗力的部分，其实足侪足久以前都几啊年啊，都人咧讲啊，自阮细汉还是阮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迄时阵，都知影讲你运动啊，身体较好的时阵，就较袂去互感冒嘛。啊，其实嘛有研究指出，就是你做即寡，你有咧做一寡较中强度的运动，你的感冒的几率的风险会较低。啊，中强度的运动咧，咱会使想做讲，你一般就是会使你咧运动的时阵会使讲话，啊袂使啊无法度唱歌，就是你迄喘的程度无法度，互你讲哪运动哪唱歌，这就是较一般就是较中强度的运动。啊，毋过逐个人会高强度甲中强度其实无共款，你要看你这个人是毋是有运动的习惯，啊，你这个人的体能基础是安怎，所以逐个人无共款，所以你爱家己知影讲你一般你的运动的强度爱安怎抓，我等下可能会甲恁讲要安怎去看安尼。但是咱知影讲运动遮济好处嘛，想会到就安尼。啊，其实嘛有人咧研究讲，足济运动嘛，搁愈济好处，比如讲头壳会较好啊。讲因为过去阮
伫学校老师嘛有讲，你若咧教迄年岁较大诶人运动，其实你会使发现着讲，你咧教因运动诶时阵，伊诶头壳会变较清楚，啊，可能佫有研究讲，可能记忆会较好，较袂强。袂记物件，啊，即项袂记，迄项袂记，安尼，就是对因脑部诶功能嘛是有帮助。所以讲，运动有遮侪好处，一般诶人拢会开始想讲要运动，但是嘛无一定讲真正会去做，因为讲你想甲你要去做，啊，佮你做惯势，其实拢一个阶段，拢无共款诶阶段嘛，其实。拢逐个阶段有逐个阶段爱面对诶问题，像讲，阮若咧教别人爱运动诶时阵，无咧想第一个阶段无咧想诶人，甲第二个阶段想要做，想啊，但是还袂去做，甲第三个阶段想，但是开始去做了后，啊，佫有嘛有做够量，甲已经做惯势啊，这五种人五种阶段，你都爱用无共款诶方式去。鼓励去甲讲爱运动，所以讲这五种一般大部分诶人是伫第二个阶段甲第三个阶段上济嘛，伫阮要就是咧选倒甲别人爱运动诶，即两个族群是上济爱上，就是爱上认真去讲诶，就是即两个族群诶人啊。一般阮会用有这四个方法啦，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爱提醒嘛，你因为未惯势诶，一定会袂记啊。你讲今日爱运动啊，但是你无用啊，你做工课无用，啊，搁爱可能爱拼厝内啊，逐工就是爱上班，啊，搁爱可能带囡仔去上课，放学爱去带囡仔转来厝诶，这定定安尼足侪无用足侪代志，搁爱走银行啊，去买物件啊，买菜啊，即种物件搁爱可能搁爱去甲朋友食饭啊，即种诶代志拢足侪，所以你若无想办法提醒你家己，其实会定定袂记，所以你爱找着提醒你家己诶方法。啊，过来是要建立即个习惯咧，你嘛是爱有即个习惯，有法度引诱你去做，爱有引诱你去做诶原因嘛，就是你即个爱互你想要去做，就是袂使讲安尼你做足讨厌诶，你都无想要去做嘛，所以你一定爱互即个习惯，即个习惯有引诱你去做诶原因。啊，过来就是爱奖励，你爱对家己较好诶，你要养成即个习惯，你爱鼓励你家己，所以你嘛爱传一寡，互你会使欢喜诶奖品啊，还是奖励会使互你家己安尼。第四个就是你爱，或者你要去做即项代志诶过程当中，较简单去做。等下嘛会解说这讲是啥物意思。啊，提醒咧，就是咱提醒诶时阵，你爱互即个提醒较简单去互看着。比如讲，你你要出门诶时阵，你着甲红色诶即双运动鞋，较放伫你会使看到诶所在，啊是你着讲家己出门着一定爱穿一双鞋啊，啊提醒你家己讲爱安尼爱运动。也是讲你会使去找你诶朋友，啊找你诶厝内底诶人，啊甲因讲咱要来去运动，啊互相提醒讲，今日爱运动无？因为从阮家己厝内底诶人啊，嘛是家己住咧厝诶，啊伊嘛是进前嘛是拢无啥咧运动诶迄习惯，啊毋过因就是甲厝边开始有咧烧少，以后就较会去运动啊，就是可能今日即个想要运动，伊就是会去厝诶，啊找阮厝诶是大人讲，啊做伙要做伙来运动无？啊基本上因为
人毋是讲，毋是大人，人是一定爱甲人有接触嘛，是正常的，迄人的本能嘛。所以，迄人若有来招一届、招两届，一般的人拢会加减拢会去一两摆，可能袂逐届拢去啦。啊，毋过嘛是会一般摆啊，倒咧去运动啊，可能做久啊，伊就会较惯势。啊，过来你会使，嘛是会使去使用着咱即马较科技的产品啦，比如讲，即马用足侪迄种手机啊，嘛有迄 app 啊，搁有你的手表啊，嘛有迄种较科技的，会使去测着你心跳啊，啊，你即马诶身体状况啊，啊，甚至讲，佫会使测迄你的血氧浓度的嘛是有，所以即种诶。即马你会使拢会使使用，就是伊即马嘛会使测你讲，你即个手表啊挂咧，伊嘛是会使讲，你坐足久啊，啊无法度，奈拢无叮当，伊会提醒你去运动安尼，去行行咧。所以讲，即马其实你会使使用即款科技的产品啦，啊。若无即种产品的话，你嘛会使就是较简单的，你就设一个伫手机设一个提醒，啊，讲几点的时阵爱运动，啊，就伊会使提醒你讲爱运动安尼。过来是，互一个，互这习惯有引诱你去做的原因，就是你会使一个方法，就是你会使将你定定拖拖刷刷无去做的代志，还是你想要去建立习惯的代志，但是你搁拢较无愿意去做的，你甲你介意去做的代志做一个结合，比如讲，你可能逐工倒去厝诶足忝诶，你拢会想要看电视啊，看迄戏剧嘛，啊看影片，啊你就会使甲运动甲囥做伙，伫厝诶，啊你若有跑步机，你就会使。那囥咧电视头前嘛，啊，若走若看电视安尼，啊，你若无跑步机，你嘛会使做一寡，即马有即种超慢跑，就是原地伫遐咧走，安尼嘛是会使，迄足简单诶。啊，时间是一般是过了较紧啦，因为你咧看电视，但是毋是你定定看电视嘛会看甲毋知即马几点嘛，啊，能看甲就想要继续看落去。所以讲，你会使甲这你介意去做诶代志，甲你较拖拖刷刷诶代志去囥做伙安尼，这是一种方法啦。过来是爱有奖励嘛，因为你一定爱有互你会使去你诶代志嘛。你看做足忝诶，有诶做工诶人，是毋？因拢会啉迄保利达，就是伊爱互家己欢喜吧。啊，佫有下班了后，有诶人毋是嘛，你下啉米露嘛，迄就是共款诶道理。你运动一定会是忝诶嘛，啊，你会使啉你一罐，你会使想讲你运动了后，啊，会使买一罐凉诶来啉，啊是讲你若完成即个月逐礼拜逐工拢有运动诶话，你会使去买你想要爱诶物件，即种诶嘛是会使一种方法吧。啊，过来就是爱互即个行动较简单去达成。有诶人就是讲，啊，运动足困难诶，啊，想着讲足困难诶，你都无想要去做啊。其实这嘛是有方法诶啦，就是你比如讲，你若走30分钟足歹开始，因为即马迄医生啊，还是专家咧，还是政府迄种诶咧。叫大家爱运动，拢讲逐工大概运动至少爱30分钟嘛。啊，毋过这是一个目标，这毋是一种规定。意思就是讲，毋是讲你一定爱走30分钟才有伊效果。其实你做5分钟有5分钟的效果嘛。所以你会使甲家己讲，我着为5分钟开始，安尼较简单啦，因为。你一工当中，你要设一个5分钟的时间，比较起来，确实较简单嘛。
所以你就为5分钟开始。啊，你若因为即马人咧想要运动，因为出去外口咧走啊，就方便嘛，就流行诶，所以讲一般诶人就想讲要走，但是就是你无咧运动诶习惯诶人，其实为学校毕业不了后，其实根本就无啥物咧走诶经验嘛，所以颠倒讲你会走对你来讲可能足困难，嘛是会惊啦，惊讲骹会酸，手会骹会酸嘛，骹会疼安尼，所以你就会使换做散步。啊，散步其实嘛毋是讲散步就一定是足轻松诶，你会使行较大练诶啦，还是行较紧诶，啊调整你诶强度，还是你若感觉伫公园行安尼，较无聊，较无迄种挑战，你会使嘛会使去行迄种山路无，行迄种起起落落诶所在诶路，安尼强度对骹头有迄种筋肉诶强度嘛较悬，嘛会使增加着咱运动诶强度。啊，搁有就是，你若有诶人就是感觉甲别人做伙运动，压力较大，想要去健身房运动，但是看着迄足侪人敢若足厉害，你会感觉压力足大诶。其实你嘛会使，你着会使去选择讲人较少诶时阵去嘛，还是你就是买一寡器材，即摆器材嘛足俗诶嘛，你会使伫厝诶做运动就好，看影片，学讲即摆新诶动作要安怎做，这嘛是一种方法。过来就是，搁有一种方法是会使，你会使甲家己讲，我敢若换运动衫就好，无强迫家己爱运动。就是意思就是讲，你家己准备好，你随时有法度运动嘛。你今日即种衫，你穿的是一定会使运动的衫。就算你无要运动，你行出去，你看到迄雄雄可能今日提早下班，加1点钟的时间，你就会使伫即1点钟的时间内底，你会使去运动嘛。就是你的即个条件就较好，因为你若是穿即种毋是咧运动的衫，有即个机会，你嘛袂使运动嘛。所以你会使甲家己讲，家己准备好就好啊。无有运动无运动都无一定，看你当时的心情甲条件。即个就是一个故事嘛，逐个人拢知影迄北方甲日头的故事嘛。因为北方就是要互即个人，因两个因北方甲日头咧比赛嘛，要互即个人会使家己外套脱掉。北方是一直吹嘛，吹伊闻伊的风用吹到足大力咧，但是伊的衫是愈穿愈暗，愈久愈暗嘛。结果北方是失败。日头一照落，伊就随甲，因为伊感觉热，所以随甲伊诶衫脱掉啊。即个理论，就是你若咧改变，你要改变一个人，毋是别人，还是你家己诶行为诶时阵，你袂使用安尼强迫诶方式，你着爱轻轻啊甲送，会使透过讲一寡环境诶设计，互运动变做较自然、较简单诶选择。即个故事就是要讲，因为较简单，头拄仔嘛有讲嘛，你为迄较简单的开始，是30分钟无法度，你就做5分钟就好嘛。其实这是嘛足侪成功的个案，像讲这英国的脚踏车队，因换教练伫2003年的时阵换一个教练，其实这教练嘛无讲伫上任就改变足侪改变所有的训练的方式啊，还是讲甲全部的物件拢换掉。伊是大概拢是改变，逐工改变一丝丝啊尔。伊可能今日就甲迄车的迄座位、迄悬度调整啊，可能过几工换
伊咧掠零的油甲迄种甲换掉，也是过几工以后改善伊的人的困眠的习惯，啊，过几工啊，可能消毒伊训练的所在，啊换无共款材质的衫，啊其实跩拢足少的改变嘛。逐工拢改一丝丝尔，但是经过5年了后，伊伫北京奥运摕8面金牌，啊，伫刷落来几届奥运嘛是成绩拢足好诶，这就是大概改变一丝丝啊，嘛是会啊，拄等以后嘛是会足大诶改变。啊，若是阮过来就是爱讨论讲，啥物运动是上好诶，因为咱爱。就算讲咱爱养成一个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但是阮嘛是爱知影啥物运动是上好的嘛。啊，所以阮爱详细去想即个问题，上好是啥物意思？有个人讲上好是爱上省时间，因为伊做工课较忝啊，伊嘛想要健康嘛，想要运动啊，但是伊就是伊的工课就是佚佗较济，啊爱开足侪时间伫伊做工课的时阵，所以伊一工有用的时间足少的，啊，可能咱对伊来讲，伊就是爱做一寡较高强度减效的运动，即种运动就是伊会使伊爱短时间来做较强度较悬的，譬如讲，跳绳啊即种的，啊短时间爱速度较紧，啊出较大力的即种的，强度较悬，互你一短时间以内，你的心跳就是跳足紧。你会使想做讲，甲跳绳啊共款，你短时间内底，你爱一直跳一直跳，啊可能伊就是爱互跳，你可能30秒即个动作30秒以后啊休困，休困30秒，啊，搁继续搁做30秒，搁休困30秒安尼，因为这就是互你心肺啊，你的筋肉短时间以内爱接受较大的压力，啊，搁休困，安尼伊会使刺激伊啊，达成咱运动的目的。啊，过来是，你若是想要预防你的心脏病即种的，就是爱去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嘛，啊，可能要去做一寡有氧的运动，还是搁做一寡筋肉甲气力的训练，啊，互你身体较勇，啊，血路较好、较通的，啊，去预防你的心脏病。啊，减肥嘛是共款啊，你爱去看你即摆身体的状况，啊，看你体内你即摆体重偌济嘛，啊，身体状况嘛，啊，看是有三高啊即种的，啊，去安排适当的筋肉气力的训练，甲有氧的运动。啊，你若是要避免你受伤，你可能也是爱做一寡较强烈的筋肉气力的训练。即种意思就是，你会使去做迄种，比如讲你骹头虎会去定定受伤嘛，骹头虎你感觉平时拢敢若感觉酸酸，你想要避免迄种较严重的伤害，你就爱去加强着你骹头大腿的气力，安尼较稳定，避免讲以后去了受伤。所以讲，运动上好是啥物运动上好？你就是爱知影你的目的是啥物，才会使去选择讲你要做啥物款的运动。啊，搁有你爱看你生活当中你的时间是安怎排的，爱去做选择。比如讲，一般的咧上班的人是毋是，上下班的时间较固定，就是较平均嘛，所以你可能会使做5工休困1工，
这5天当中，你会使安排无共款的运动，去做嘛较袂无聊，会使继续的这个运动的习惯。第二种若是迄种有的人较无闲啦，逐工安尼走来走去，可能嘛无迄种较有用的时间，你就会使切讲，比如讲迄种业务定定走来走去，你会使安排一礼拜，然后2个下晡你就是做运动，一礼拜做2摆，规身躯的气力的训练，还是较高强度减效的运动。佫有若是迄种工作的时间足济较长的迄种的，透早出门可能9点10点较晚才转去厝的即种的，你就是爱做一寡较高强度的减效的运动，就是时间会使用较少的，但是强度有够的即种的运动，会使你着爱选择即个运动。若是迄种大头家定定爱出国飞来飞去爱出差即种的，你可能就是爱选择讲迄种随时会使做的。即马有即种迄器材较好载，比如讲有一寡有有强度的迄种像零绳运动咧用的迄种，会使扎咧身躯顶，有伫饭店的时阵，你会使就会使做一寡运动安尼。你看这，比如讲咱一般上班的人的行程是安尼，就是6点起床嘛，坐车8点上班，休困，下晡休困，下晡中昼休困，下晡开始做嘛，下班以后搁爱带暗顿陪囡仔读册，囡仔去困，搁来大人去困。所以讲，你就爱想讲，你去分析到你一天的行程，比如讲暗时有迄囡仔去困以后有时间上济，即个时间敢会当安排运动。一般是有，但是有即个时间是一般是足宝贵的，因为即个时间就是大人才会使放轻松嘛。所以讲你会一直想要看电视还是要玩手机即种的。但是你袂使讲一定逼你家己袂使做即项代志，因为这就甲咱头拄一开始讲的咱人的迄本能有冲突嘛，所以讲你就会使想讲要安怎做结合，譬如讲就是头拄嘛有讲嘛，你会使哪看电视哪运动，你若要想要较紧甲运动做，你就是选择讲一寡较省时间较高强度的运动方式去做。若是讲你家己讲，我要困进前无法度做运动，因为会影响到咱的困眠嘛。其实这嘛袂使做借口，因为有紧即种的运动，伊嘛是算运动一种嘛，伊会使嘛是会使互你放轻松，互你身体较健康嘛。所以讲，你毋是讲困前袂使运动，是爱看你选择讲倒一种。会知影上班足赶的，你嘛是会使，比如讲你若坐公车的时阵，嘛会使做运动，你会使想一寡动作，会使伫厝伫即种时间会使做运动。选择讲家己适合家己做的运动啦。有的人是较介意走还是散步做一寡，还是讲做一寡重量训练嘛，筋肉气力的训练嘛，即种的，你会使选择讲家己适合家己的，还是一般的有紧的运动，你嘛会使爱选择运动安尼。即摆是我想到，比如讲，这个人伊这时间你会使调整嘛，6点起床，你伫眠床顶会使先甲脚举开20下，倒咧做，趁起做，佫有一拍咧嘛会使做，迄种无共款方向嘛，会使练你骹诶气力，佫有你去办公室时阵，你着选择行楼梯嘛，佫有下晡诶时阵，你若咧
你咧办公诶时阵忝啊起来行行诶，比如讲你若要去便所，你着特别讲行去楼顶诶便所，搁转来安尼，就是增加你运动诶机会。6点诶时阵，你若你转去厝诶6点，你嘛会使家己讲先做身躯材诶，再开始传按顿。9点半诶时阵以后，你伤忝啊，你会使做一寡扭筋诶运动就好。你看，这时间你简单做开，就会使做几啊项运动啊。所以讲，运动其实毋是足困难诶代志，你就是爱靠家己有一寡方法去互家己建立即个习惯。我看者其实有几种诶即种运动诶问题啦，大家会使想看觅，因为像这咱人去运动即种诶，其实咱人就是伊咱诶本能就是较面大嘛，所以讲你就是爱去接受即个事实，去做，像讲即个。即摆嘛，足侪人咧讲，袂使坐伤久嘛，坐伤久会无健康。但是，这其实有诶宣导是，我感觉是比较起来是较敢若咧恐吓共款啦。其实安尼，我是感觉安尼较无好，因为就是我较袂去甲别人讲，你坐遐久吼，你会无健康，你等会破病，你等会血管会塌掉诶。即种较恐吓诶方式是较无好，因为即摆恁逐个是讲，坐足久诶，其实大部分诶人都毋是因为讲，毋是因为，毋是因为迄，毋是毋是你家己爱愿意安尼做诶嘛，因为你做工课就是爱安尼啊，你爱坐伫电脑头前坐8点钟，这是就是无可能去避免诶，你也无可能无做工课啊，你嘛无可能讲我即个工课做了好好，办公室诶工课做了好好，我特别去换一个爱拍日头爱做事即种工课，特别去做，为着健康嘛是无可能嘛，因为即个社会就是逐个人拢是爱做家己专长诶代志嘛，安尼逐个人合作安尼才会使嘛，所以咱即个都袂使讲坐足久诶，一定就是无好诶，因为其实这研究嘛有指出，就是坐足久诶无健康是迄种，伊咧讲诶是迄种坐咧无代志做诶人，并毋是讲你坐咧做工课诶人，所以讲你爱去思考着这足侪人讲运动会安怎，运动会安怎即种诶问题，你爱去思考伊背后诶原因啦，嘿啊。后其实我今日准备的内容就差不多安尼，大家讲阁有啥物款的问题嘛？也是讲有这运动，真感谢有的分享啦，我感觉这我相信今日咧听的大家真侪人拢嘛有即个问题，我感觉我家己本身就是一个运动无够的人，嘿，我就想咧，我家己的原因伫咧生囡仔之前，其实我有一阵仔就骨力咧运动。毋过嘿，后来就是有囡仔以后，就是感觉即个无用，迄个无用，真侪时间拢了伫囡仔诶身躯顶，做工课嘛无用，下班可能还是讲拜六礼拜爱陪囡仔，就较无家己诶时间。以前可能固定是有用休假诶时阵会去，像讲去迄种健身房去运动1点钟、1点半钟。毋过就是感觉时间愈来愈少就较无法度。毋过就是
当然就是爱伫无用的时间，搁爱想着一个办法来互家己搁较健康。我感觉这就若像是阮平常时嘛会拄着一寡伤过大箍的人，其实大箍甲运动嘛有关系啦。啊，其实我嘛感觉真恶甲因改变，就是讲有的人就是感觉，就是我拄则有看你迄个5个阶段，是讲6个阶段，第二个一个就是讲你有意识到你的问题无，你有开始做无，啊，你有做甲变做一个习惯无，啊，对大箍嘛是共款，有的人根本就无感觉大箍安怎，有的人就是感觉讲大箍就安尼啊，我嘛无法度啊，我就是逐工拢要食遮尔济啊，无则我会腹肚枵啊。嘛真侪即款的，其实这嘛是咱要爱骨力拍拼，伫咱家己的身躯顶嘛是对咱的病人嘛是会当用啥物学着的一寡知识来甲因讲要安怎做会较好。嘿啊，嗯，对啊，大家感觉有啥物问题，还是讲有家己的经验想要分享的无？大家好，我是林明英护理师。较早邢家医师有甲阮介绍过，讲五鱼油是阮翁啦。因为即届阮就想讲台语文社要来甲大家分享啥物主题。尾仔想想，感觉即个主题甲大家生活拢较有关系，所以就来甲大家讲即个主题安尼。因为在讲的时阵，就是我其实阮翁真正足爱运动的，我就是足无爱运动的，所以阮就是有，就是即马就是像伊讲的安尼就是囡仔去困遐就看电视然后伫遐家己操慢跑安尼，就是想讲嘛是爱建立一寡运动，因为有囡仔了后是感觉讲家己敢若爱较活生活爱较健康咧，才会用陪囡仔搁较久长。所以今仔甲大家分享即个主题，希望大家会介意安尼。讲甲真好，就咱爱陪囡仔较久长咧，所以咱家己嘛爱较健康。对啊，嗯，敢搁有人想要分享啥物无？若无咱今日就先讲到遮，真期待以后搁有第2拍、第3拍，有啥物主题拢真欢迎大家过来互相分享。嗯，安尼今日就到遮，大家再会。好，再会。再会。